平常就小这一本。岳不得不是东海手臂乱山，吃罢了。二郎没见过你家表兄，表兄，小妹有礼。表妹，女兄只想万里了。王爷兄来了，快请快请。王爷兄，久闻现在是才高玉凤，意欲为现在得中单练一步，不知肯服用不？哈！公瑾不是聪明，我如不明要在年不面前先抽一番。哪里，这儿来。来接过帮我，帮我。
心再花花不发，他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好恨呐！想我表妹接着就要出国，我杀不出山他们这一段姻缘，使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！四妹婆，你平时诡计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计策都想不出嘛？哎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就是要我在那里担当得起呀。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崔家，老夫人来了。儿啊，你今日嫁到王家，在王家虽是亲民，可也是个势利人家的书香门第，为娘不免要再三叮嘱于你。你若多你女人与亲，这三种四对要记在心。小人公
房中仰望，一步在我不眠。上前仔细看花容啊，妙啊！不算是天之国色，容颜美，好似嫦娥丽月宫。岳灵配得名美女，可算得三生姻缘尽相逢啊！我有朝一日功名去，凤冠霞帔情手送。娘子，原来是一封书信。顾文月表兄亲戚，顾文月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有准。文有表兄之命，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，有意中求一别。曾经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妹恩爱共结白首。那小是非人员年命另配论罪，我才嫁到王家，岂肯得心忘旧？若说一次聊表心意而论，四连情意难丢。咱们宋魏之际，每月为门续守，李子秀英连胜八败，连胜八败。这难道是真的吗？他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9月之上，顾文月面露不快之色。皇家有这子，若作为凭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若镜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太重夏先生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官为尚书少家教，我王门卿的与名声，原
若令神君子不断，则其次他容怎能成？我啥与他去争吵？这秋日顺阳所门闹不是我堂上禀告爹娘笑。夫人啊，李亲家时时厚待我家，自己还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大娘有才有貌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呢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噻。菩萨进去禀告，有空商量爹娘心。也罢，我产生怒气为书房，从此修人不齐心。
谁知他安排巧计害虐里，怪不得十里红帐2点388人前2陪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是这般恶毒心机太可恨，看来早我功名成就，领取少女再配婚。经过平彩两小段，不觉得东方花白，天明。我个小糊涂娘，又才又冒，又大又利，多少个眼位了！要是来年生个大胖儿子，老太婆是真正的高兴死在了。哎呀，不过这个小丫头，好像是新媳妇房间那个丞相嘛。丞相，丞相，哎，丞相看见老夫人。上载上载，丞相来。丞相，老夫人都要问问侬看了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丞相，那小姐的姑爷好不好了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了。好个，跟那姑爷的小姐人，姑爷，姑爷的小姐嘛，小丫头，阴阳怪气，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啊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论是非，姑爷的小姐可说不上好啊。说不上好。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男人。啊，丞相，可听侬讲他起来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同过房咯？嗯。哎呀，艾琳啊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断了侬！丞相，刚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老夫人，书房里我不去。那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里去听姑爷商量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啊，还要打侬啊？嗯。小畜生都变得介凶残啊！丞相，跟侬上来服侍小姐去啊。啊。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丞相，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小姐，姑爷他不肯上来，你连言不
才如今受得起。臣妾，你先去睡吧。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臣妾呀，小姐，老夫人同姑爷上楼来了。去！再见，好兄啊，起来！官人。哎呀，读书，读为那个读，去玩个梨啊！好兄啊，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看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，根本还不要我去噻。小送不不要送！哎呀，阿玲，侬做啥啦？孩儿想送母亲。非要侬送，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真香！来。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不错，让我关住个门。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叫我关门不要上锁，哎，侬倒是提醒着我了。家有怨气，父少虎，小子言生积得多。
官人，请用茶。你心中有不快的事，你可否与为妻深相惜？说说心，小两夫妻多默契，根么老太婆啊好放心在。母亲，阿玲啊，阿玲。哦，我跟艾琳到底年纪轻啊，看见娘外婆难为情啊了，真是个。拜见婆婆。哎呀，媳妇多娘，起来起来！艾琳啊，艾琳！哎呀，艾琳啊，今朝是媳妇多娘满月关门，你为啥不换件衣裳？孩儿不去。不去？为啥不去啦？这没有孙子不去。哎呀！哦，丞相，把王中丞相孙去哪里？那，孙子来在，孙子来在。那孙子拿去。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那，这个外托生，刚好一把孙子差得八毛分噻。啊，侬这个外托生啊，侬不去算了，我会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回去的。哎，媳妇大娘，阿玲不去，侬一个人回去好在啊。婆婆，官人不去，那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媳妇大娘，
离家只有侬一个人，没有为民不为妻，害得那娘要不放心的，还不如只能做过回去好在娘家屋里向等一个半年回来啊！辰光不早，快点动身。婆婆啊！但媳妇先生一封回禀母亲，该是走去。哎呀，好媳妇，还不如只能做过放心好在丞相叫王府备轿去。十分钟为之计，莫要为门续守。对了，这先生今日回咗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朋友有约在先。这启禀老夫人，轿子备离，请少夫人上轿。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？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岂不能小弟回来了？我儿回来了。丞相，夫人跟人不许多言，小姐。罢了。啊，儿啊，为何不见玉玲言西动来？母亲，官人他一同藏好友回文去了，故而他没有来。官人让我在母亲面前代回文安告罪。这也难怪。儿啊，一日不见，你瘦得多了。啊，今日我儿回来，为娘十分高兴，快随为娘进去吧。表少爷，哎，李欣，小姐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姑爷呢？有事没有来？哦，小姐在什么地方？在后厅与夫人叙谈。好，去吧。是。儿啊，后面一月莫与为，你引我不见笑容反秀眉，莫非我儿有难言言，娘看你精神未泯灭下谁？母亲，女儿我没有什么难言之隐。莫不是年老婆婆亏待你，我儿也要能忍耐。母亲，婆婆对女儿是好的。莫不是你夫妻少恩爱，儿啊儿，娘也应该要善
丞相，小姐嫁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姐可好？夫人，老夫人才很好。那姑爷呢？姑爷他也不今日是说你小姐面容为何这样的小事？啊，像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的缘故。哦，为了饮食不惯，起居不便嘛。母亲，儿啦，你此番回来，在娘身边多住几日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丞相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是夫人。姑爷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查阅。儿啊，想你刚到娘家，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。插手官方上仙大恩子里秀英，你今日回转娘家门，我要你冤家去，冤家回，不许流失到天明。世上今日不回来，你从此休想进王门。儿啊，原先书信到来为了何事？母亲，官人来信逼逼，请婆婆年老，夫人侍奉。官人多说要我做伴，故而叫女儿随家回去。哎，儿啦，你今日回来，多在几月，少在8月，哪有谁叫回去之理？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妃也来同志就是了。母亲，母亲，既是官人，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回去，今日再来是望娘亲。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，没有我娘家了吗？娘，并非女儿不孝人，独只为官人在家将我等，我父亲恩爱同中。
喜娘高兴，这是你谁家委屈不尽心，秀英儿啊，你别派为娘自己人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今日再来帮娘亲。哪有女儿满月回家，懂得委屈的道理？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！为娘只留你这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母亲，母亲，你既然要放女儿回去，你何必再要留女儿自说一笑呢？如此说来，为娘连留你一笑都留你不至。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父亲受。哦，留你一笑，谁要害你夫妻受？不，如此说来，你一定要回去。堂上为娘今日病死在床上，母亲，难道你也要回去不成？母亲，娘。
是为娘不肯放你回去。你可知道始终你嫁到王家，把为娘想得好苦啊！为娘养儿三八岁，母女相伴不离分。自从我儿才嫁儿，娘在家中冷清清，好容易呀盼得我儿满月归，谁知你养育之恩忘关人，我留你一笑都留不住啊！叫娘痛心不痛心，娘啊，你今日放儿回家去，我守再来报娘恩。为娘死了半天，你还是要回去。我丞相，当家，小姐，我们不要回去吧。大家，一怕你要回去，神命你回去，偏是为娘当初不慎，母亲，当初不养你，你就回去吧。母亲，这都是女儿的不孝，母亲清偿。
要他原家而去，原家而回。如今看来是得其所在，不回来了。那我就写下休书一封，把他休了。启禀老夫人，少夫人回来了。啊？他怎么今日回来了？母亲，媳妇头娘回来着，上楼去。孩儿不去。我畜生！主娘叫侬和媳妇一同回去，侬又不去。一回去再侬又下心叫伊回来，伊回来再侬又不肯上楼，侬到底为啥？侬讲。孩儿读书要紧。读书，道理不懂，还读啥个书？去，娘陪侬上楼，到媳妇面前去摆个道理。孩儿不去。啊，侬个小畜生，我里与侬做主还是与我做主？侬到底去不去？母亲，去，母亲。母亲她其中情绪不明白，她定要拉我上楼来。今日她为准娘家去，她儿臣是有夜在先思行为。我以为她定在娘家住一宿，我就可以一封休书将他推，谁知他原家去又原家回，到时路流难流来推难推。见人啊见人，像你这样不言不得下贱女，有面目到王家来，我今夜在人雷霆路，坐等天明下楼台。
从此苦梦，谁知他怒气冲冲，独自走，他是玻璃菜。白布不明不白，谁为呀求？可怜我啊，有满腹的委屈想谁？荒废了步步一年心看起来，竟是父亲难。耳听得叫人当三更，夜一声那声音见那冤家，他身上的衣衫都斑驳，他今夜起飞要受冷。我啥事叫他去还情？那冤家是定不见好意，他反见恨。要是他受了风，成了病，叫秀英是何难？爱情。
官人他是为了哪？再紧紧将一杯。马云家平日见我这样走人，吓得我不管去情深恨。像秀英平民来操他，他为我见我将眼中钉，像他这种后心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冤家是风水。冤家他枉到世上里报名，那婆婆她待我像亲生，更何况那黄门必与他带兵子，杀动坏了官人，要急死了婆婆老大身。还是那一句他的。想起往日心头疼，让我秀英始终嫁到王家，一向离你走到平无过错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无缘无故竟将我当作真人。想今日乃是我满月之际，你该回转娘家，我女断心。这冤家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计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回，害得我母女痛苦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情理呀！我爹娘爱我是珍宝，这冤家他当我路边草，他竟这样对
待我人民这冤家他东一想，我还是将衣裳藏龙虾。梦想起欲归自己娘君家。向我出家之时，我母亲她再三地教导，到了王家要孝顺公婆，敬重丈夫。想今日天气寒冷，我实不与他见面，倘被旁人知道，要骂我秀英离你不正，还要怪我父母养女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是哦是好，娘难进难退我李秀英，今夜叫我是好。啊娘啊娘啊，曾记得那是爹爹做大人，母亲你上楼细心报，这道是已将女儿终身许，是郎才女貌皆乱教。十月令这也好，那也好，十月令貌也好，才也高。我是口不应声，心欢笑，但指望同房花烛早日呀到。谁知道啊，进了王家是颠倒，我父亲是受尽年少，是出娘胎18载啊，这样的苦楚，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的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
坐得到天明。冤家呀，你虽没有夫妻情，我休应待你。是真心。我虽是一山上仙去。给把衣衫心爱你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是你替我给着的？是啊，是我给的。给得好，上来有啊！官人，先生啊先生，你把女人衣裳给在我的身上，要想害我一世功名不得成就，你好狠的心肠！快去把件药抹啊！
儿许配于你，难道你一生岳母还怕我受当不起吗？我先问你，我女儿嫁到你家与我过错，你尽管当旁，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要还道理，问之见人事情。你尽管当着我面骂他，当都当得，骂又何妨？有我在此两你也不管，那我去上。母亲，小英儿啊，你问得我为娘好苦。自从你嫁到王家，受月令四次凌辱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真不叫为娘痛心为儿啦，你快些为娘回去了吧。母亲，娘啊！要是女儿随娘回去，倘被旁人知道，叫女儿也是何做人？就算是此，得为娘修书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，定要与这畜生并离。母亲，弟弟好好在京为官，你千万不能惊动于他。是啊，为娘是有道理，丞相，你要好好服侍小姐。请我来备驾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看样子我这位人家要差太多了。所有与我将军三上言。
夫人生于重病，我连夜归位，臣母你见要下官，这样怒气冲冲，恰是为何？当初都是你配下了这美人的情事，自从女儿嫁到王家，白月令未必的神不相神，鬼不相鬼，你为不跨到王家与我去临死为累？此话是真的，我难道还为娘饶不成？我女儿被王月令4次凌辱，我难道罢了不成？李信在与我打讨王府。是。快去打解药物，去啊！亲家公，俺您来了。拜见伯父。口称帮我，你是何人？王月令。王月令。这位当初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，又哪一定太快了你？难道连一声药物你都叫不得吗？养女不教，就怕当不起这个臣妇。畜生！你将女儿无故凌辱，使尽带个口出狂言，他到底与何过错？你需要还我个道理。要还道理不难，你先带女为妇。带女为妻？哼！我带她为妻，难道为养她不顾老吗？满是指养她不老，就是把她另许豪门，我王月令绝无异议。小姐，小，你与我写血书，过来，带我来写。慢慢走。这娘子开口，侬滚！自家想女儿乃是名门之女，岂用你要娶就娶，要退就退？如今你还清道理便罢，要是还不清道理，我岂肯饶你？好，你去看来。还有表兄。秀英，过来。向先生，你尽管做出这样双峰爬树之事，我今天永你不得。慢慢叫。亲家公，侬为官之身，阿懂得三从四德，岂有不孝？谁家从无才家从父开玉来，侬帮我说那，媳妇大娘嫁到王家，有规有矩，有道有理，就算有啥个事情做错，娶着王家，霸着王家，令侬不着当，令侬不着杀。弟弟呀！女儿自从嫁到王家，如今王月令4次的凌辱，只望弟弟回来，
与女儿深缘结成，谁知道弟弟开口人马，举剑就杀。弟弟，女儿到底有何事做错？你总该受个明白。女儿就是死，也要死得个明白。你去，困难。媳妇啊，这是啥东西呀？哎呀，婆婆，这是一封情书。情书？媳妇大娘们还有得下过啊！哎呀，婆婆，媳妇怎会做出这种无耻之事？根本那个弄得清楚呢？老夫人，本自家可以得过必罪。哎，好得比这个，丞相，侬快点来指笔引我过来。好得比这个哦，好得比这个。老天菩萨保佑情书笔记人家发动发动发动。他不看到不动的，亲家哥，侬看动不动？哼，我看笔记不动，你上谁家的圈套了呢？情书是假，难道是冰玉尊因为假的不成？冰玉尊，丞相，小姐，丞相，大胆献笔，难道是你才存进阴险？哎呀，老爷，不是地狱还冤枉啊！丞相，侬仔细想想看，小家东西是侬管的，但脂肪多，怨我只管供上去。老夫人，小姐出宫那天，是我与沈美婆替小姐梳妆的，那只牛妆我明明放在妆里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落在姑爷手里。哎呀，爱玲啊，侬个只牛妆从啥地方来的？那天花烛之夜，孩儿是从房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从房门口拾得。花烛之夜门是我关的，只有丞相、沈马婆三个人，不看见，这倒是奇怪着呀。李信，与我立正，沈迈步来为话。是。沈迈步，你可认识这只玉尊同这封书信吗？小夫人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认识不认识？不问你知情不知情？啊，这是冰玉尊，我认识，是你家小姐的。这封情书我不知情。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的沈美部，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手一接就知道它是一封情书，你还管谁不知情吗？小夫人实在不知情，实在不知情。早是不早。哎呀，冤枉，冤枉！你是果谁不早？我早，我早。哎呀，这都是顾文月公子出的主意呀！只因他看中你家小姐，求情不仁，怀恨在心，要不偷得你家小姐的冰玉镯。他写情书一封，
叫我连同肉装丢在兴亡之中，有一辆王公子身上，好擦杀这段姻缘。老爷，这一切与小夫人无关，请大老爷饶命，饶命！岳父。沈眉部带下去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救主儿啊！为我将你许配王家，想不到秀玉令失此灵送，为我继父又冤屈了你，真不叫为母痛女儿。儿啊，你满是在为我委屈了吧？母亲，母亲。从前个辰光，祖娘望门路，侬不讲；四门路，侬不响。哦，今朝一位人家弄得七点八到，侬到来讨鸟灾啊，来不及哉！我好悔呀，好悔！侬有得悔了，娘啊！我悔不该一封情书假当真，却伤我心里受影。我悔不该当初不听娘教训，几次陪伴我不生命。我月令空读生言书，竟做了不亲不义人。啊娘啊，虽因啥有长虎对啊，你叫孩儿真做人。外望娘亲来作主，从今儿娘的言语句句听。哦，侬从今朝起听娘的话在啊，好过站起来。多谢母亲。二人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侬上京赶考去，要是有个功名成就，岳父母跟前啊，好有个交代；媳妇跟前办个道理，夫妻还可以和睦。娘叫侬上京赶考去，侬去不去？是孩儿遵命。去么好过，快点进去整顿营装。是。母亲啊，娘子病重，盼望母亲多多照顾。我有数用不着侬操心的。多谢母亲。
问起休要将我怨，且听岳林来相劝。当初是奸臣设计陷害你，如今是水落石出一命啊冤。那眉部下药问有事，我是真心悔过少先前。啊，夫人啊，过去之事休在地，请夫人快去官告祭凤官。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们多思多想多心酸。乖的娘错贤错婿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不仁不义不心寒。你不该不生不想不离，猜你为什么满手满心满月来转？我做婢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伤肝。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，你就该娶一个美貌是美转娟。当初要是没有我家小姐替你盖上那件女生的衣裳，我看你呀也中不了这个状元。跪下来，这人啊，起来，多谢岳父。秀英儿啊，你莫见贤妻，莫见冤，谢天为吾言相劝。岳林高中以为心，烈力给陈妻忘恩记凤冠。弟弟呀，那日定前把婚台，气得弟弟肝肠断。此情在眼前，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凤冠。岳母，岳母，你且起来。多谢岳母。你早
站在一边。是。儿郎，难为他今日人称为姓左儿啊，你快些文官把呀备传。母亲娘啊，死而不孝为母啊命啊，娘啊娘，难道你嫌饭之事不忘我？他尽管在娘亲面前要将儿当，他尽管岳母不教把母还。他是个大丈夫儿不愿，管他长远不长远。弟弟，小畜生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引得媳妇受屈冤。为我不管家中事，要劝求你娘去劝。母亲，娘子不肯接受奉婚，还请母亲再去相劝。阿玲啊，媳妇大娘爷娘的闲话都不肯听，不然我也不会听在，做娘不气倒霉。母亲，你去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不气倒霉，当真的不去？不气么是个不气。也罢，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纵上愿也枉然。就说一声空家堂，莲，你要做啥啦？我只有皈依三宝起家园。哎呀，我去。路上做不得个，我去倒倒霉看。多谢母亲。媳妇大娘，我个新官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啊！根本侬自家来送。叫上媳妇，我啊该肉，新官肉，哎呀宝贝肉。阿玲是我个手心肉，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手背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老太婆杀不得那2块肉。媳妇啊，侬心宽宽起呼啊呼，见得媳妇来听音婆婆。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今朝，太才是来认错。侬可以回到西，要回到东。辛苦的归得是红啊呼，媳妇侬三番不离，是状元犯罪要去和尚做，该种事
受教应是报啊！我爷俩媳妇就有好结拉姑，心中步步皆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做啊！婆婆啊，你是媳妇终身啊母，婆婆的恩德名飞呀夫，夫妻不世间有，唯有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有，只好过问你老婆啊婆。媳妇侬是爷俩方正的一拉姑，夫一度来没两一度，前处分处是205处，我步步对侬总犯错。媳妇啥反肯夫妻无，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买个人情结不不，夫妻中环境谁不啊？婆婆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哦，我情愿地坐担堂红红伊情愿地坐担堂来奉爱公啊婆，真是我眼为个好心拉夫，足以为难难生我啊！阿玲啊，侬啥要夫妻和睦嘛？是非侬状元贵的妻人错。哎呀，母亲，孩儿乃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女婢钦聘的新科状元，我怎能去向娘子下困呀？上个天子门生了辛苦状元，老婆都要忍不着这。切，这，哎呀，母亲，这是使不得的。气呀！好了，演戏起来。今日之事既往不咎，只要你们夫妻有谋，把修结牢，也就是了。这凤冠呀！